西政府生菜瓜，台中一个阳城市去年12月开800万买一架全新的旅行车，拄使1个月就互人弄，光8个月内弄4届，伊的车拢是停着的时，互人为后壁甲伊剪落。阳城市就那甲画面铺上网络，所有网友看了到底，感觉爱笑。新车记录器翕到车顶啊，阳城市的车拄倒弯，收尾到后壁一台电动脚踏车未互动，直接甲弄落。弄掉啊！ 新车才驶个月尔就轰隆，互阳城市的心足疼的。好佳在无讲真严重，想袂到也袂煞。阳城市伫个路口等红灯，头前的客运煞慢慢捌去，后1秒就甲弄掉。想袂到车送去修理，才修理好3工尔，阳城市就搁互另外一台货车为后壁甲弄落。代志过无5个月，排队马路高速公路嘛无代无志轰隆。驾驶足无奈的，新车交车才8个月尔，就轰隆4届。轰隆的时阵，车阁拢无咧行，实在是有够衰的。阳城市甲行车记录器铺起咧网络，网友就笑讲，这台车是有倒吸石心嘛。第3次的时候就去做更换车牌的动作，然后也去庙里拜拜跟进车，但是隔了大概5个月，还是一样的状况。这样子总共8个月，已经连续4次。 阳城市的车内底挂真侪奇妙的球内平安符，车尾嘛搭保持安全距离的警告大纸，就是希望会当卖个互人弄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